最近咧，香港市民咧係持續關注緊宏福苑大火嘅聽證會嘅。咁啊，當中有一件咧係最爭議嘅話題咧，就係關於政府咧喺呢個消防問題上面嘅分工。根據消防處咧呢個助理處長翁錦雄嘅解釋咧，消防處咧係淨係負責主動嘅消防裝備嘅，例如咧好似警鐘啦，同埋呢個灑水系統咁樣。其他嘅問題咧係分別由其他嘅部門去管嘅，例如防火門啊、易燃物料嘅存放啊、發泡膠圍窗咧，就係由呢個房屋局嘅 ICU 管嘅。咁啊，至於工人有冇喺工地裏邊咧去吸煙咧，就由勞工處管喎。咁樣嘅分工咧，啲居民固然係唔清楚啦，同時咧往往咧就造成所謂嘅投訴錯咗個部門，而咧錯咗之後咧，又都冇人去轉介。更加冇人去跟進問題嘅。政府部門裏邊複雜嘅分工咧，可以話係全世界嘅官僚架構裏邊嘅常見嘅現象啊！亦都咧裏邊嘅架構同埋規則咧，都係由行政官僚去定嘅。至於想解決問題嘅市民咧，當然好多時係唔識呢啲分工啦，亦都唔知點解呢啲分工係要咁做啦，往往感到係無所適從嘅。今次宏福苑大火咧，說明咗一個問題，就係呢啲分工表面上咧，好似好理性啦，有規有矩啦，但係咧往往咧其實並不是咧能夠將事情辦好嘅，甚至有時咧會導致咧災難同悲劇嘅。人類學家 David Graeber 咧就形容呢啲層層疊疊嘅官僚規條咧，就好似一個烏托邦咁樣，佢係一種抽象嘅理想，係將現實咧化約成為係形式化嘅規條。但係咧喺現實裏邊嘅人世間嘅事務咧，往往係非常之複雜嘅，所以咧往往我哋人咧係冇辦法係適應呢啲抽象化嘅規條嘅。佢呢個睇法咧係嚟自2015年佢嘅一本著作嘅，書名咧叫做《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中文翻譯出嚟嘅書名咧叫做《規則的烏托邦：官僚制度的真相與權力誘惑》。David Graeber 咧曾經係咧一位世界著名嘅人類學家，不過好可惜咧，佢喺2020年嘅時候就過身。David Graeber 除咗咧係作為一位無政府主義嘅人類學家聞名於世之外咧，佢亦都就住好幾個咧比較重要嘅課題咧，就寫過一啲專書嘅，包括全球化、勞動與工作啊、債務啊等等。咁而佢對於官僚體制咧，亦都有一啲獨特嘅睇法嘅。David Graeber 嘅睇法咧，有啲似咧著名嘅社會學家 Max Weber 咁啦，認為咧官僚化或者官僚制度咧本身咧，佢並唔係一個咧淨係限於政府機構裏邊嘅，喺一啲私人領域啊、大企業裏邊咧，我哋都會見到嘅。所以佢係一個咧不斷自我增生嘅一個非人化嘅規條同埋層級，係遍及整個社會嘅。嗱，大家不妨諗下啦，宏福苑大火嘅呢個起因咧，其實係大維修，但係大維修係咪就係宏福苑嘅居民覺得自己層樓舊，所以要去維修咧？當然唔係啦。整件事嘅起因咧，當然就係2012年咧，政府開始要求咧，全香港所有超過30年樓齡嘅大廈咧，都需要驗樓嘅。而呢個驗樓維修咧，就唔係純粹咧，你覺得層樓舊就要維修，而係你要經過咧一連串由政府定落嚟嘅程序去做嘅，包括要揾工程顧問啦、揾工程公司啦，係咪？業主立案法團咧需要開會啦，要去招標啦，等等諸如此類。所有呢啲嘢咧都係一大套一般嘅市民咧自己冇辦法去決定嘅一啲嘅程序嚟嘅。而且大家留意呢啲程序咧，嚴格上嚟講唔係淨係由政府去制定嘅，亦都係同好多嘅業界之間咧嚟去達成一啲嘅共識嘅，包括咧工程嘅業界啦、做建築工程嘅公司啦等等諸如此類。佢咧所以咧佢並唔係一個咧簡單由政府去設定咁簡單，基本上你可以話由政府同埋私人市場裏邊嘅某啲大嘅player 咧，佢哋可以共同制定嘅規則嚟。David Graeber 認為咧，官僚制度咧其實係進入去我哋日常生活嘅每一個角落嘅。而今次咧宏福苑大火呢件事件咧，可以話係一個活生生嘅例子。喺呢啲表面上係中立中性嘅官僚規條裏邊咧，其實隱含咗好多不平等嘅關係嘅。
例如咧專業同非專業嘅關係啦，政府同小市民嘅關係啦，全部都係一啲咧權力上唔平等嘅關係嚟嘅。小市民咧喺無從選擇嘅情況底下咧，一定要去迎合呢啲嘅規條嘅。佢哋唔單單要花心力、花錢去做啦，而且咧甚至咧佢哋要努力咧去搞清楚、搞明白呢啲規條嘅。但係最後咧，往往會係失敗嘅。相反咧，在上位者咧，往往係唔需要理解下面嘅人咧有咩咁困難啦，佢哋複雜嘅問題嘅。而咧喺佢哋唔理解嘅情況底下咧，往往會造成悲劇同埋災難。